经保罗甲教会兄弟姊妹讲，其实我若是离开世间，甲主耶稣三脚徛起，是何等的美好！伊真意爱含主耶稣三脚徛起做伙，原因是因为伊真清楚、真认捌上帝。伊知影上帝是真，伊知影耶稣是救主，所以伊就真意爱倒转去天国，含上帝三甲做伙。但是有一个代志，伊讲下面迄句话讲：总是我伫肉身活地，若是对恁有利益，那呢我就更较甘心愿意，为着恁的利益，为着恁的好处来活地。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毋是为着家己活，是为着要疼惜别人。做老爸是为着要教导儿女，做翁婿是为着要保护伊的妻子，做某囝是为着要扶持伊的丈夫，帮衬伊的丈夫。我伫肉身活地。若是对恁职人、对恁正人有利益，保罗讲安尼，我就甘心愿意继续来伫肉身活地。亲爱兄弟姊妹，感谢上帝，感谢你对着过去以来，对着你身边的人，检采是你的丈夫，检采是你的囝儿，检采是你的太太。或者是你工作，你是一个头家，或者是你是一个新郎，无论任何倒一位，伫迄个位置顶面活地，照上帝心意来款待伊，照顾伊，扶持伊，安尼就是你人生活地的意义、价值甲祝福。所以感谢上帝，我相信你会当活了阁愈精彩。逐工起来，甲上帝祈祷。今仔日，咱就来到上帝殿中来感谢伊，来学了伊的疼痛，互咱会通亲像保罗安尼讲：主啊，若是我活地对着身边的人，抑阁有祝福，安尼就求你，互我活得健康，活得你的心意内底。咱三个做伙开声来祈祷，为着今仔日，咱会通敬拜上帝来感谢。为着今仔日，咱会当诚做兄弟姊妹祝福帮衬来感谢；为着咱会当伫地面上服侍上帝，将来进入上帝国来服侍上帝，咱来感谢，开声来祈祷来感谢，请。圣在，圣在，圣在，全能的主，阮的上帝，阮实在是要感谢你，因为你存留阮的活命，你互我会当来到伫你的面前。你是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主，我伫你的面前感谢你。亲像保罗所讲，若是我伫肉身活地，抑阁对着这个世界有利益、有益处、有好处。主啊，所以我就向你恳求，帮助我，赐恩伫我的身上，互我会通照着你的心意来行来做。主啊，开启我心灵的目睭，互我看你道路会清楚，直到我会当照住你的心意来活，照住你的心意来服侍。你是我的主，一切的事上，独独你是我的引带。上帝啊，求你开我耳孔，互我专心听你的声音，互我静静听，互我斟酌听，互我听出上帝你的声音。你甲我同在，引带我，互我的脚会通行伫你欢喜的道路，就是伫公义、正直、安慰、鼓励、扶持人的道路内底。用我的双手来摸遐受伤的空喙，来扶持遐软弱的人，来保护遐需要保护的人。你是我的主，是我的上帝。我受创造是为着你的名所创造，所以主，互我无惊歪岔去，乃是互我真正进入你
创造我的目的，通叫我的年日伫上帝你的面前，得上帝你的欢喜，得上帝你的路用，得上帝你伫我活命内底上水的作为。主，我仰望你，唯愿你伫我的心上成就一切的美好，就是照你伫创世以来所定着要赏赐予我伫你内面的荣光。愿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三甲做伙来看周报报告的事项。今仔日下晡教会要去关仔岭的风景区半日游，点半的时阵，咱会伫教会集合出发。为着时间的缘故吼，所以请咱尽量会当准时三甲做伙同齐组织，了后要伫红叶公园来集合分组活动。下晡5点的时阵，要伫基乐庄仔药街的餐厅用餐。若是有报名兄弟，请咱斟酌注意时间集合出发。即使你若是还未交钱的，会记得交牧师，还是交少的传道，还是梦纯传道。好，请有报名参加国家祭坛兄弟，伫10月28，就是这个礼拜六，早下的6点哦，早下的6点，佮讲一届，早下的6点，伫教会集合坐车出发。因为路途非常的遥远，并且咱的时间已经尽量刷后壁，所以呢，拜托大家一定爱伫6点的时阵总是爱委员爱注意安全，所以就较早出门1点了后咱6点出发，爱记哩早这个外塔以及比如讲咱有咧食药还是什么其他的物件爱记哩早点谢谢。第三，10月29后礼拜日是咱南部教区年度福音关主日，咱教会甲红山圣教会交换讲台，有邀请柯朴文牧师入面教会来正道，敬请兄弟姊妹有备心来奉献，并且伫祈祷中持续来关心纪念教区逐样的事工。第四，10月29下礼拜日，台中基督救恩之光教会的牧者。主日学同工甲学生会来甲咱本会的儿童主日学的同工交流分享，是咱有看到的时阵，咱就加减看到无熟悉的人，就加减甲人讲平安，谢谢。第5，11月初4礼拜六9点半甲下晡3点20，伫屏东县教会古营南部教区同工研习会，敬邀兄弟姊妹参加，请来招待到登记报名。本会当日小组的同工训练也要刷去参加这个聚会。第6，11月11礼拜六下晡3點到6點半，伫屏東縣教會舉辦南部教區青年的烘肉的大會，邀請學生甲小社青，小社青就是大學畢業也未結婚30歲以下參加這個費用是一個人200塊。教會補助100，咱家己付100，請少的傳道來報名，報名到10月30截止。第7，11月12禮拜日要舉行年度執事會的改選，請各位兄弟姊妹為這代志守望代禱，求主興起同工，同心侍奉主的教會。了11月12的時陣，咱也有緣有舉行這個南部教區的秋季大會。是伫烏來聖教會，請着為着這個代志，三甲做同心來關心。以上唔知其他同工有補充的報告無？好，咱三甲做伙來敬拜上帝，用詩歌學樂來敬拜咱的主。伊是咱的主，伊是咱的上帝，所以咱今仔日伫殿中来敬拜，来学乐伊。咱三甲起立，同齐来吟唱这个诗歌。
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耶和华你之大，就受大恶了，你的大无法测度。对一代到迄代，学了你大作为，保养你大权能，直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耶和华你是大，就受大恶了，你的大无法测度。对一代到一代，学了你大作为，保养你大权能，直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耶和华你是大，耶和华你是大，就受大恶了，你的大无法测度。对一代到一代，学了你大作为，保养你大权能，直到万世代。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尊重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我的上帝，我的王，我要称颂你，我要永永远远学了你名字。咱这是三甲做伙伫主的面前来学了伊，来感谢伊，来献上感恩的祭。因为伊照顾咱的年日，伊保护咱的家庭，伊引带咱的脚步。咱同齐伫主的面前感谢伊，因为伊创造咱，为着伊的名，为着伊的荣光来创造咱，互咱受拣选成做伊的儿女，为着伊的名活出荣光。咱同齐伫主的面前来献上咱感谢而乐的祭，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你互阮开喙会当唱歌；感谢主，你互阮双手会当做工；感谢主，你互阮会当双脚来行路；感谢主，到伫如今，阮抑阁有真济恩典、健康、平安伫阮的身上。你是主，是上帝，你引带你照顾，直到如今。主，我奉你的名来祈祷，主你来保守引带阮，行过死荫的山谷。主，互阮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阮同在，你的腿、你的拐，拢要安慰阮。主啊，就是你受到人情，你又愿要为阮白色献血。主，你用你家己救恩的油膏来膏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的杯要满出上帝你的祝福，将一切荣光来归予你。感谢主，因为你的疼是这么大、这么多、这么丰富，帮助我用信心倚靠在你的内面，甲主你三同行，进入上帝你荣光的同在。感谢主，你的年日遐尼丰富，你的恩典这么的高。帮助阮，引带阮，互阮进入上帝你永远安徛的所在。感谢主，你是阮的主，是阮的倚靠。伫一生的年日，互阮伫主的内面
拢无惊吓，祈祷靠主耶稣圣名。耶和华你是大，着受大恶了，你的大恶化切多，对真大到现代，得了你大作为，不用你大权应顶到万事耶和华你是大，耶和华你是大，着受大恶了，你的大。请坐。
切困求，来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带甲盾牌。我的心较无，要互你欢喜，我诚心用你归落敬拜。是我安尼讲，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主，意思是伊一定会保护你。你是我的王，意思是讲，当我保护你、照顾你的时阵，你是毋是愿意互我做你的王？这两项代志爱非常的平衡。上面上帝疼咱遮尔济，做咱的主人；上面既然咱领受上帝遮尔济恩典，那安尼，咱得到伊遮尔济照顾，甚至咱的活命是对伊所来，咱愿意互伊做咱的王了无？咱用这两句话来祈祷：你是我的主，保护照顾我的经济、我的生活、婚姻，任何所有一切的代志，上帝，你要保护，你要照顾，你要引带。你是我的王，上帝，互我相信你的慈爱，也相信你的公义，愿意把家己交托给你，倚靠你，专心对你行。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开声来祈祷。圣在，圣在，圣在，圣在全能的主上帝，你是我的主，你照顾我的婚姻，照顾我的名声地位，你照顾我的人生，你照顾我一生的年日，照顾我直到进入你荣耀的国度，也搁要受你的照顾，受你的引带，直到永永远远。我的主，我的上帝，你帮助我，你引带我，互我进入伫你荣耀的国度内底。主啊，引带我，独独你是我的王，互我幸福伫你的内面，伫婚姻内底持守迄个圣洁，伫活命内底甲你三角同行。独独你是我的主，主啊，你帮助我，你来做我的王，管理我的一切，伸手拿早，互我无做歹，互我完全幸福伫你的内面，因为你是主，保护我，照顾我。主啊，我一切既然拢是对你所得，我就愿意承认你是我的王，永远的王，永远的王，永远的王。哈利路亚！感谢主，将一切归于你。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带甲盾牌。我的心较无，要互你欢喜，我诚心用你归落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关带甲盾牌。我的心较无，要互你欢喜，我诚心用你归落敬拜。请兄弟同齐起立。你是我主，我的妈，是我的坚固，我怎甲归难？我要向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
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你是我主，我的望，是我的坚固，照半甲开朗。我要向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款待甲尊拜。我的心脚步，要予你欢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款待甲尊拜。我的心脚步，要予你欢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我的心脚步，要予你欢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至诚阮的主，阮的上帝，你是阮的主。亲像世俗的人咧讲，拍狗就爱看主人。你是阮的主，有你甲阮同在，什么人敢欺负阮呢？就是遐欺负阮的上帝，你也要为阮来出手。就是阮落伫软弱当中，你犹原是阮的主。阮就是将一切拢奉献予你，阮也将阮的活命放伫你的手中，因为独独你是阮的王，唯一的王。阿们，你为阮征战，你为着你的百姓出声，祝福阮全然活伫你的保护内底。阿们，因带阮，互阮无惊吓。保守阮，互阮伫你的话语内底徛在，因为你是阮的主，是我的王，是阮的关台，互阮徛起伫关键的所在，赢过世上的万民，因为你是阮的盾牌，用你的慈爱应阮的听，为你照顾阮，祝阮奉献阮家己讲，阮较无甲你同行。互阮一生的年日来讨你的欢喜，用阮的心灵诚实伫真理当中来敬拜你，来敬拜你，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三甲做伙同齐来上读最大的诫命。咱三甲做上读，请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咱三甲做伙来启应。启应文第43篇，伫上帝恩典照顾的内面，咱已经经过43礼拜。
目前呢，咱就经过一年。伫年日经过的时阵，咱怎样甲上帝三甲同行？伫苦难的日子，怎样搁较紧紧安安牵着伊？咱三甲做伙来启用。伫旷野有比耶和华的道路，伫沙漠地守平咱上帝道，一切山窟仔拢爱填满，大小山岗拢爱写平，悬悬低低爱改做平坦。枝翘翘的要成做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见若有血气的，拢要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嘴讲的。有人声讲，你喊叫吧。有一个讲，我发叫什么呢？讲见若有血气的，尽拢拿草。伊的美容拢亲像野地花，草要高达，花要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伫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要高达，花要凋残。唯独咱上帝话要永远立定。阿免。亲爱兄弟，请坐。咱先开周报第4面。同齐做伙来上读。提摩太后书4章1节到22节，就是全章。提摩太后书4章1节到22节，咱同齐同声来上读，请。我伫上帝面前，并伫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伊的显现，甲伊的国度吩咐你，的确爱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着爱专心，并且用百般的忍耐，逐样的教示，责备人、劝诫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耳孔发痒，就随从家己的情欲，加添真济师傅，并且暗耳无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语言。你却得爱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受交电，离开世间的时候，迄个美好的战我已经拍过了。着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对待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照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迄一日要赏赐予我的，不但是赐予我，也赐予见那爱慕伊显现的人。你爱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吉律书往加略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独有路加伫我遮。你来的时阵，爱甲马可带来，因为伊伫传道的事上甲我有益处。我已经找法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伫特罗亚留伫加布的迄领外衫，你来的时阵通早来。遐一切也爱早来，搁较要紧的是遐批冠。当像亚历山大坐坐来害我，主要照伊所行的报应伊。你也爱封闭伊，因为伊极力抵挡咱的话。我初次申诉，无有人来帮衬，竟然拢离弃我。但愿这个罪无归伫因，独独有主徛伫我的身边。加添互我力量，互福音受我尽拢传明，互外邦人拢听见。我也对西亚喙内面受救出来。主要救我脱离逐款的凶恶，也要救我进入伊的天国。愿荣光归于伊，直到永永远远。阿免。问别基列、阿基列、甲阿尼色弗一家的安。以列多伫哥林多带落来，得落飞毛破病了，我就留伊伫米利多。你爱赶紧伫当天以前到我家里来，有
有保罗、布甸、力奴、吉罗地亚，甲众兄弟，拢甲你请安。愿主甲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甲恁同在。咱搁再一届阿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也是互阮伫地面上尊活的上帝。你呼召阮伫无共款的所在来服侍，主，愿恳求你，不但互阮伫迄个位置顶面占着一席之地，阮搁甲伫迄个位置的顶面，真正是来见证主的名，互天顶地下的人拢总知影，属耶和华的百姓是何等的有福气。因为有上帝引带因，因为伊的年日是耶和华所立定，并伊的年日是为着要见证耶和华的名，也要互耶和华见证伊的名。恳求你伫即时，搁再一届赐恩互阮，帮助阮，互阮伫主你的话语内底，搁再一届得到能力、恩膏。祝福甲权能，圣灵啊，恳求你，恳求你，阮的圣灵，阮主爱圣灵，恳求因为你的主爱运行伫阮当中，互阮的心，互阮的灵，互阮属灵的目睭拍开，得听你的话语，得看你的阳光，得行你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真侪人会感觉，独独伫教会内底服侍，才是算做服侍耶和华上帝。这个人或者野田圣主。是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党员，到伫今仔日，伊游园还阁伫当中来伫遐做这个日本政府非常重要的这个职员。伊每一届若咧介绍家己的时阵，伊拢会讲：我是上届敬业拼便所的清洁工，甲上帝。忠心伫我的职位的内阁的大神，是安怎？伊会安尼讲，我是上届敬业的便所的清洁工呢？大学毕业迄一年，伊受安排伊去应征，了后伫当中呢，公司安排伊去拼便所。当伊去拼便所的时阵，迄便所，伊刚才入去便所看到有个便所，实在有一寡人实在有影是去便所无位置无真准啦所以伊第一届扫便所的时阵伊就吐。了后时，个因为因日本拢有即款情景，就是会有老的来带少年的。所以，迄个先摆是一个老清洁工，是一个老阿伯啊。了，伊看伊安尼伊就讲好安尼，无你先休困一下。伊就伫迄个所在，阿伯就开始伫迄个所在拼便所。对头到落尾完全拢拼了以后，伊就伫迄个所在，阿伯怎爱对迄个马桶用伊的喉咳一喉水起来，怎恶喙？迄个，这个野田圣主踹一个，我阿伯迄水哪会啉一来？阿伯也甲伊讲一句话：，若我拼过的便所毋若干会当刷口，佫会当啉。阿伯就真正甲水甲啉落去。了后对迄一天开始，野田圣主完全改变伊对拼便所的观念，开始认真拍拼。到第30岁的时阵，伊进入政坛，
人若甲伊问讲伊咧做啥，伊就讲我是上界敬业便所的清洁工，甲上帝中心我的这份的内阁的大神。亲爱兄弟姊妹，拼便所就来甲伊拼做第一名的，做工课就认真甲伊做互伊好，安尼咱就是真做一个忠心的工作者。伊伫迄个所在讲一句话：任何工作，无论性质怎样，拢爱有理想、境界，甲更客观的品质来追求。咱会当对这样代志，甲伊当作凊彩。但是咱嘛会当甲这样代志做甲非常的赞，非常的顶真。所以有一届我去古早咱教会有一条这宪章兄，宪章兄买手的时阵做家教的所长、乐长的时阵我有一届，但毋知伫去，我会记得是去桃园的时阵。了后去桃园去因就带阮去参观伊的迄个伊咧做电乐长的迄个所在。了阮去的时阵我就看到迄家教的装潢啥物货啊。伊讲牧师你毋知影，阮即内底第一名介济，迄参加装潢比赛第一名。做手扫，你做手扫的时阵，你毋知影手扫伫倒。但是做甲平，你看袂到手扫伫倒。但是伊敢若捅一块头出来尔，你甲塞一下伊就真软啊！咱这门咧开的时阵佫圆圆歪歪，毋过人迄门安尼轻轻一个塞落的时阵迄门开佫关转来，拢真顺。伊讲伫因内底有真侪人真熬画图，真熬做装潢，真熬煮食，拢是第一名。就是是安怎会关入来呢？关入来的时阵就是跋输搅、跋歹搅，含人冤家，然后才会关入来。敢若小拍无第一名，若无伫因的专业顶面，因拢第一名。咱嘛是爱安尼，爱有即款的心志三甲做伙。保罗伫迄个所在对着提摩太讲：我伫上帝面前，并将来审判活人甲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凭着伊的显现，甲伊国度吩咐你。保罗伫即个所在讲：你爱忠心啊！总是你忠心的对象是啥物人？忠心的对象是审判的主。即是为审判的主审判活人甲死人，并且伊的国度一定会降临。就亲像伫咱谈拄只早祷会的时阵，会前的祈祷当中，牧师甲各位分享的迄个代志。耶和华上帝全能的主，创造万物的主，伊伫一切的事上，所有掌管的一切，独独伊的国度存到永远无改变。咱谈拄只所读的启应文，敢是安尼讲？草会高大，花会凋残，独独上帝的话永远立定。上帝的国权直到永远无改变，所以伊才有能力、有权柄审判宇宙当中所有的每一个人。所以保罗伫这个所在，甲提摩太讲这样代志。提摩太啊，你爱知影，你所信的，你所服侍的，你爱忠心的对象是啥物人？是迄一位审判活人甲死人的主，是迄一位掌管天顶地下万物的主。咱知影，咱所信的。咱所服侍的，咱爱忠心的是这位主无？忠心的项目是啥物货呢？的确就爱传道。杨锡如牧师甲这个代志讲了非常的简单。伊讲一个代志，伊讲基督徒其实只要伫两个时间内底传道。啥物时间？圣经讲，无论得时不得时就这两个时间。时间若对，嘛爱传福音。
时间唔对呢，嘛爱传福音。那安尼，这个传福音是要安怎样传呢？是用嘴讲吗？唔是，是咱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福音的传讲过程。我拄到人的时阵，我也要甲伊招呼平安，这就是咧传福音。你咧建立一个自爱和平的环境，将着上帝听，借着你传互别人。当一个人跋倒的时阵，你会去甲伊牵起来，你咧传福音。你借着牵起来这个动作，你甲伊分享上帝的听。了，伊甲你讲真多谢你的时阵，你甲伊讲免客气，咱就是彼此相听。你借着你的话语来传达上帝的救恩。所以，什么哦？这得时不得时，拢得爱传福音。意思就是讲，无论伫任何的时刻，咱就是为主来活，这就是传福音。中心的模范是啥物？保罗伊讲提摩太啊，我甲你讲，我已经伫要离开世间啊，我受厄定的时间，就已经真紧就到了。但是提摩太，我甲你讲一个代志，虽然我遮尔赶紧，总是我甲你讲一个代志，就是当你传福音的时阵，你若是亲像我安尼认真殷勤，安尼你就会当像我安尼讲，迄个美好的阵我已经拍过，应该走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掉了。伫这当中，保罗讲到伊三项的代志，伊的人生是精进的，伊的人生是激烈的，伊的人生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甲保守掉的。亲爱兄弟姊妹，咱有想到保罗这款的好的模范无？保罗伫这个所在所讲的，毋是咧偏捧伊家己做了啥物货，伊是伫这个所在讲提摩太啊，咱的信仰内底虽然遮尔啊需要付出代价，虽然遮尔啊困难，但是你爱会记，对打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咱来存留。你看我今仔日伫要离开世间，但是你看我有荣华富贵无？无。但是我做成上帝所托付我的工，我是一个宣教师，我去世界建立教会，我把福音带到逐个所在去，我和人辩论上帝的道，我伫迄个所在带人经历上帝，我医病，我赶鬼，亲像耶稣基督所做。我也伫迄个所在受人用石头甲我钉，伫迄个所在人用鞭甲我拍，甚至有人伫迄个所在想要暗杀我。但是，亲爱的提摩太，我会惊，我的人生伫这当中经过，上帝敢毋是安尼一直保护我？人生所有的物件，拢总会当放杀。有个人讲是。世界逐项物件拢会当甲伊藏落来，但是有一项物件绝对毋通藏落来，就是你的猪毋好藏落来。你的猪若藏落来，你就无物件通好食，所以毋好甲猪藏落来。但是保罗咧讲一项代志，人生所有的物件拢会当放杀，因为咱无法度早走。你属灵的目睭若拍有开，背有金。你就会看到迄个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亲爱兄弟姊妹，保罗是一个真清楚会当投资伊人生的人。伊毋是甲伊人生投资伫这个世界几百档。保罗我讲过一句话，讲我若想到我的艰苦。但是这个艰苦看起来是这么啊严重，总是若甲我要得到迄个荧光衫比拼起来，这个艰苦实在讲都无算什么货啊。那设施有一间公司，甲你讲，你来阮公司做。做一工，
但是你会当休一礼拜，做一个月，你会当休一年，拢总互你有薪水的。但是阮的工课非常的重，非常的艰苦，总是袂甲你的命摕去。但是呢，阮互你，你做一个月，阮互你一年的薪水；你做一工，阮互你一礼拜的薪水。但是伊会足艰苦哦。亲爱兄弟姊妹，并且迄个艰苦内底，伊伫迄个薪水内底，佫非常的悬。会晓投资的人，伊就会看到这个物件。若是有一门生意，你小可投资，伊真真正正会当互你来百倍的收成。保罗讲，世界无这个代志。但是伫上帝国内底有这个代志，因为我医病过，因为我赶鬼过，因为我家己伫这个信仰内底捌斟酌甲想过，我家己个无见过咱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的囝，你着斟酌伫这事上来努力。你安尼的确着爱做这样代志，用着逐款的智慧，专心。用你的生命，用百般的忍耐，同样的教示，你爱伫迄个所在，责备人的错误，警戒人伫容易犯罪的环境的时阵，你爱劝勉遐灰心丧志的人。你的活命本身就是一个传福音的过程，所以鼓励遐艰苦的人会当倒转来。如果咱若是有熟悉咱的兄弟姊妹，以前久长的时间过去，捌伫咱教会做礼拜，真久长的时间无来啊，是毋是咱会当伫午日的时阵，祈祷的当中为伊祈祷，了想到伊的时阵，甲伊敲一电话，甲伊邀请倒转来，这就是咧劝勉。主耶稣讲，我爱去找倒转来遐以色列迷失的羊。咱着伫这个所在，会晓得怎样来警戒人。看到这个人过去的时阵，对一个月做礼拜4摆，了变做3摆，变做2摆，变做1摆，了的时阵变做2个月来3摆，2个月来2摆，有的时阵变做2个月拢总无来啊。保罗讲，着爱甲伊提醒，着爱甲伊警戒。迄个警戒甲提醒的目的，是要互伊会当搁再翻头倒转来，会当知影怎样甲上帝同行。咱若无甲这个时间摕来做敬拜上帝，那呢，咱甲这个时间摕去倒位呢？其实咱也斟酌甲想，真侪人伫这段做礼拜的时间无做礼拜。了伫厝内底，伊敢有做啥物代志？实际上，咱着摕咱家己来讲就好。有诶时阵，其实咱嘛爬手机啊，爬点半钟就过啊呢。有诶时阵哦，咱着假设遐懵哦，要等条物件看看，啊，搁甲收倒转来，啊了后要甲伊换所在，换来换去，结果讲搁是换倒转来。你会发现，怎你时间嘛是啥？刷来刷去，到尾啊，有做甲无做共款。所以，迄个时间嘛是无去。亲爱兄弟姊妹，咱爱斟酌伫这事上。保罗讲，当咱看到人有闪失的时阵，爱对伊提出忠心的劝诫。这款的劝诫内底是讲诚实的话，但是请注意，讲诚实的话爱凭着听心，毋是凭着咱的血气。嘛，毋是去甲伊控制，乃是甲伊提醒，互伊会当搁再一摆倒转来伫上帝的面前。所以伫忠心的面前内底，保罗讲：我看到迄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搁再一摆伫这个所在讲到，你所服侍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第
第8节所在讲，是照着公义审判的主。第1节讲，伫将来审判活人甲死人的主。所以有斟酌注意到，咱所信的主，何等的可畏，何等的可敬。对安尼，咱就爱用心来服侍。一时激动的情绪会互人做出无平凡的决定。我一定要为主来活。有咱决志迄个时阵嘛安尼。但是独久长的坚持，才有法度证明出来无平凡的忠心。所求的关键就是伊的忠心。今仔日咱正做上帝的儿女，咱是毋是有伫这个真道顶面来坚持？耶和华是我的主，伊疼痛，伊照顾，伊引带。所以你所任何的代志，你拢有通甲讲。了，咱既然知影伊是掌管万行米的主上帝，安尼咱家己本身敢有互伊来掌管咱，来引带咱，用安尼来回报对伊的疼痛。保罗亲自的经验是：我以前真熬真努力，我嘛为我家己拍算我一生，但是我竟然拍算唔对去。所以保罗讲，对安尼以后，我愿意把我的年日交托给伊。上帝敢会有动工的时刻吗？了，圣经讲，就是互你算有上帝有动工的时刻。伊的动工嘛，比世间上界聪明人还佫较聪明。上帝的一点啊，也是比咱世界全部所有的还佫较济。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甲家己交托给上帝，是咱一生上界大不平凡的坚持甲忠心。也是咱一生上界智慧的决定甲选择，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内底，一定有伊的甘甜，也有伊的苦涩。保罗对着提摩太讲：“提摩太啊，我甲你讲一个代志，你爱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伫这当中，你会通看到服侍的过程内底有真济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代志。人生的过程嘛，有真济无共款的人生，无共款的代志。当保罗写这张批的时阵，写予提摩太的时阵，咱会当对着这当中来看到，我受厄电离开世间的时候到了。第6节安尼讲。是保罗伫晚年的时阵写的这张批，写予伊属灵的囝提摩太。伊伫这个所在甲伊讲，我离世的日子真紧，念伊就到啊。所以伫遮呢写这个批的时阵，其实保罗伫迄个所在，互咱关伫家角内面。咱若搁甲伊斟酌的时阵，你会当伫这个所在看到一句话啊，第10节讲，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革力斯往加略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了11节讲啥？独有路加伫我遮。亲爱兄弟姊妹，路加嘛是一个宣教师，但是咱敢有想过讲，是安怎路加伊伫这个时阵会陪伴伫保罗的身边？你会记得路加的职业是啥无？医生、宣教师本来，你甲伊看伫这当中哦，全部的人拢离开去啊，拢出去哦，拢无伫身边啊，拢去服侍啊。但是谁啊？路加留伫迄个所在，保罗破病，晚年的保罗伊的身体无好，伊身躯内底佫有一支刺，一节刺，唔知影啥物啦。有的人讲是伊的目睭，有的人讲是伊的体老啊，年老的时阵无力。无论安怎样，总是迄个时阵送咧甲顾，路加咧甲顾，因为伊是一个医生。
所以保罗伫晚年的时阵，孤单的岁月，伊伫迄个所在回顾，伊伫迄个所在邀请。亲爱兄弟姊妹，咱的确着爱彼此相听，互相照顾。人生的过程内底有真济，咱伫老年的时阵，更较容易比早前来浸入去伫咱的回忆内底。老大人有的时阵真爱讲一句话：向当时啊，想当初啊。啊，阮这查甫人哦，真奇怪啊！那讲到做兵的时阵吼，搁较老讲到做兵的时阵，嘛是足吼，拢足有精神的，真奇怪伊。就是总是啥会因搁较容易，总是伫这当中，伊想遐伊捌行过的路，捌无见过的人，咱的人生看会到的物件，拢早无走，但是看袂到的。拢会记伫你的头壳底，并且你会早到审判的主面前。上帝问讲：你行过什么路？保罗伫这个所在，甲提摩太讲，有一个人或者底马，伊贪爱世界。底马是咱的宣教师，是咱的同工。但是因为贪爱世界，所以伊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有的时阵，咱的工作，咱的事奉，会渐渐变做一个真大的问题。迄个问题就是，咱会伫其中呢，掠趁钱做目的，做牧师吼，上高拄到这个问题。我熟悉一个牧师，伊伫教会内底服侍不止啊真久。了最近有一间教会欠牧师，了就甲迄个牧师讲哦，牧师啊，你敢有想要来阮教会？了，迄人就甲伊讲哦，牧师，你若来阮教会哦，我互你即马2倍的薪水，恁教会即马2倍的薪水哦。要来无？亲爱兄弟姊妹，当牧会若变做一款生理的买卖交换的时阵，到落尾，咱就真无容易持守伫上帝面前。有的人当然会伫迄个所在讲：啊，我伫迄间教会牧会，甲伫迄间教会牧会，拢嘛是咧服侍上帝。但是实际上，你会了解一项代志：牧会、人际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坎站关键。迄个关键点是啥？做一个牧师去一间教会，要熟悉迄间教会的兄弟姊妹。若是100个人的教会，差不多爱3年，伊才有法度和兄弟姊妹或者熟悉。了，经过第3年以后，才开始会有信任。熟悉甲信任是无同款哦。你熟悉我，但是你敢敢信任我？大卫包身哦，有一届咧讲道的时阵哦，我感觉伊真有意思。伊讲哦，恁熟悉我，或者大卫包身嘛吼，恁熟悉我，但是恁敢有信任我？了一寡人吼，下骹面的人吼，就讲有啊，阮有信任你。了大卫包身就讲哦，恁若有信任我的人，你甲手举起来。结果真正有人举手呢。啊了吼，大卫包身吼，就甲其中的一个人讲：你要讲你有信任我，安尼吼，你若真正有信任我，有一项代志会当表示你有信任我啊无？就是你甲你全部的钱拢交代互我管理，安尼我就知影你有信任我啊无？结果哦，迄个妇人人哦，规个面哦，怎样变做足严肃，非常非常的严肃。大卫包身哦，就感觉哦气氛唔对伊啊，
伊就马上伫讲道刷的时阵伊就去问迄间教会的牧师，讲是安怎迄个富人人我甲伊讲即个代志的时阵伊个一个面色啥变做非常的严肃，伊就甲伊讲牧师，我甲你讲，伊是阮即个城市内底迄间银行的总裁。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要甲你讲，其实你嘛是无信任我，你听有无？我嘛无信任你，听有无？咱要讲信任真容易，但要甲有真正完全的信任，你知影迄爱换偌久的时间？那我伫安乐信教会，敢若信任2个人尔，你敢知？对啦，就是信任阮牧师我甲阮牧师娘啦。我要讲的，所以服侍内底，伊毋是敢若换所在尔。人际关系内面是一个信任感，是一个归属感，迄毋是用钱买得到的。今仔日咱求主帮助咱，你所行过遐路，你的脚拢行去倒位？是你的脚当有人软弱的时阵，你行去因兜，甲伊祈祷，陪伴伊开讲。我真感谢咱教会兄弟姊妹我妈妈这礼拜以来，伊伫当中受到天高热，然后这兄弟姊妹真侪人为伊祈祷，甚至到伫楼顶来陪伴伊开讲，甲伊三甲做伙分享陪伴伊的孤单。亲爱兄弟姊妹，你行过的路，你拄过的人，这个人伊将来会伫倒位？你所行的路，若是行伫上帝的路，伊一直行，一直行，就会行到上帝国。你所看到遐个人，你若甲帮衬、甲引带，一直行，一直行，伊就会将来变做你的帮衬，敢毋是？即世人未风平浪静，但是会伫风影当中经历主的恩典。即世人未有逐个人拢总爱你，但是你会伫苦难中认出谁是你的好朋友。即世人毋是逐个人拢会来帮衬你，但是你莫因为安尼无去帮衬人，因为你帮衬过的人，将来真有可能会成做你的帮衬。即世人有真侪人会得罪你，但是你原谅过的人，后界可能伊会成做你的保护。保罗伫这个所在历了真侪真侪这个人，这个人内底有当像亚历山大，这个人当中有过去的马可，马可伫过去的时阵，捌他们冤家过，因为伊伫迄个所在参加这个宣教团队，但是伊西圣地兼在一个少年，但是保罗伫迄个所在甲伊讲，你爱甲伊带到我这里来。保罗又搁伫迄个所在讲，提摩太啊，其中有一个人，或者当像亚历山大，伊不但害我，伊又搁安怎样啊？伊害我一届无够野，害我2届，伊定定害我。但是保罗伫迄个所在讲，迄个攻击你的人，你无必要甲伊正面冲突，但是你爱知影你家己是啥物人，你是为虾米咧征战？总是你爱提防伊，爱封闭伊，因为伊真有可能暗中来伤害你。为安尼缘故，你家己更较爱知影，你所信的上帝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所以你的确就爱有这款的信心，甲上帝三甲同行。你更更加爱认真牵调上帝，因为你伫地面上。无有能力含遐暴力的歹人伫遐受对抗，但是独主会当救你。所以保罗伫迄个所在，甲伊提醒，亲爱兄弟姊妹，昨的时阵，咱有这个同工的培训，
上课煞了的时阵，有一个同工来问我讲：“牧师啊，吼，我实在毋知要安怎。神啊，平平伫同一个所在咧做工课，了的时阵哦，我都毋是人，伊就是人哦。伊做工课的时阵哦，一世纪吼安尼哦摸鱼啊，吼摸鱼台语要安怎讲？哦摸鱼哈，毋是摸鱼啊啦吼。伊一世纪去摸鱼的，做工课的时阵是世纪去摸鱼。但是我咧做甲用要死。哦，啊！我领的钱竟然甲伊平共款济，牧师你讲我会气也袂啦，啊无兄弟姊妹话你会气袂啦？你的气是气啊上班，还是你会受气？所以就伫迄个所在讲啊，总是啊，我甲伊讲一个代志啊，某咪人，问题毋是出伫迄个人，你知无？问题是出伫你家己这个人。今仔日。牧师甲你问一个代志，你有两个原则会当选择。第一个原则就是你呢，亲像约瑟的原理，这个原则叫做约瑟原则啦。约瑟的原则是啥？就是互因兄哥甲伊卖去，啊卖去甲迄个所卖伫埃及了后时阵，互苦毒了后，到伫迄个所在，啥物代志拢总无法度做，就是做上界送养艰苦的在。辛劳劳财，以后的时阵到伫尾啊，伊做这个家庭内底总管家，但是尾啊，佫互因女主人陷害，结果佫去加工做无钱工，替人做工，互人领钱。但是约瑟相信这样代志，上帝一定会为伊伸冤。好，我就甲伊讲，安尼你要照安尼无？伊讲。毋知影要安怎应。第二个原则，就是啥？无你就莫做，离开迄个所在。是安怎讲你莫做离开迄个所在呢？但是你爱真清楚一样代志。我问你讲，这个问题毋是出伫迄个模糊的人，是出伫你家己本身安怎样来看待这个工作。主耶稣捌讲过一个代志有无？主耶稣捌讲过一个比喻，讲有一个人哦。透早的时阵哦，入去葡萄园做工课，了主耶稣甲迄个头家就甲伊讲好，你今仔日来我遮来做工课，讲好一工就是1000块。了的时阵中昼阁有人去做工课，迄个主人看到甲伊讲，你入来我的葡萄园做工课来，我互你1000块。到5点要下班，4点阁有人来上班，对毋对？了，迄个人吼，佮入去，迄个人就迄个主人就甲伊讲，来，你入来我葡萄园做工课，我互你1000块。结果的时阵哦，尾下的时阵哦，5点啊到啊，5点领工钱的时阵哦，迄个4点来做的，吼，主人互伊1000块。了的时阵3点来做嘛，互伊1000块；中昼来做嘛，互伊1000块。迄透早来做的人哦，上头前拢领1000块哦，敢若做1点钟，免领1000块，我早自8点就来做啊。了，我一定领佫较济，但是无想到主人嘛，互伊偌济，嘛是1000块，好伊就毋愿啊。迄做1点钟领1000块，我做一工会买领1000块，你的良心去互到报伊。了，主人甲伊讲啥话？歹势呢？我甲你讲过啊哦，你知影来做工课的时阵，我就甲你讲哦，偌济1000块。你敢有讲毋好？无啊。迄人领比我较济，先生，迄钱是我下 ，OK？ 我要互人安怎样啊，我就互人安。迄是我，毋是你。亲爱兄弟姊妹，你做工课一定要有这款决心，知无？问题是你，毋是别人。咱若是学像别人安尼，到落尾，咱就是对咱家己无诚实，咱就是和这个世界共款，愈来愈变歹。但是我相信一个是啥？约瑟的原则，因为咱的主上帝是审判活人甲死人的主，咱的主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唔好为着做歹的人，互家己硬心肝。迄个做歹的人，袂因为你的硬心肝，伊会变好。结果伊无变好，你硬心肝硬到尾也变做心脏病。千万唔好安尼。所以
人若无收拾家己，到尾啊，上帝就会甲伊收拾。所以你毋免烦恼，毋免艰苦，毋免惊吓，甲活命建固伫上帝真理内底，你就会嘛会有智慧来对应人生，对上帝绝对的信心的倚靠，这是上界大的智慧，也是咱人会当留落来上界互人学习的模范。古早人讲一句话，讲好死留皮，人留命。但是迄是一款纪念尔，迄是一款追思，追求扬名立万，啊，当亲像好死留皮，人留命，互人纪念是好。但是更较水的是啥？留落会当互人学习的模范，迄才是好，迄才是好。毋是咱做偌济工，是咱做偌济利益人的工，这才是上帝国的原则。毋是咱做偌济代志，是咱做偌济，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互偌济人来得到祝福，迄才是真正的代志，这是有永远价值纪念的代志。所以，伊有天国的坚持。保罗伫这个所在对着提摩太讲：我伫这个所在头第一摆的时阵，无人来帮助我。伫这个所在讲，拢离开我，并且我伫服侍上帝的过程内底，有狮仔的喙要甲我吞食。我伫这当中，我会当工破病。我伫寒天的时阵，寒甲死准。亲爱兄弟姊妹，咱一定爱将着这个观念甲伊拆掉去，毋好互成功神学欺骗咱对上帝的信心。掠做上帝，咱若信上帝，无病无灾，逐项拢总好。来，钓过天狗这个兄弟姊妹，你举手一下，我看卖咧。哦，1、2、3、4、5、6、7、8、9、10，哦，好放下，竟然有10个人。牧师若甲你讲信耶稣，都袂得天狗这，你相信无？啊，无信上帝吼，特别得新冠肺炎，你要相信无？你莫相信这个话，做牧师都会得天狗这啦，个做牧师嘛得新冠肺炎，你听我的意思无？亲爱兄弟姊妹，无人帮衬我，拢总离开我，我互等伫西亚坑，我会当工破病。了，我伫寒天寒甲死准。人活伫世界，世间人拄着的代志，咱嘛会拄着。所以咱毋好想讲吼，信耶稣，就全部拢总太平，迄毋是基督的信仰。耶稣基督家己本身，就伫苦难中来得到荣光的冠冕，透过伊的牺牲。来成就救赎，是安怎？咱会有这款观念，坐伫遐天顶就会落金仔降落来。咱一定爱对着信仰有真清楚的认识，爱去思考迄个信仰到底咧甲咱讲啥物。保罗伫哥林多书信甲教会兄弟姊妹讲：咱若靠耶稣基督，是干那要望这世人，安尼就比世间人更较可怜。所以保罗讲，我第一届伫这个所在，我来申冤申诉，但是无人甲我斗相共。但是保罗佫讲另外一样代志，请你斟酌注意。来，咱来读这段话来。主点伫我身边，加添互我力量，互福音，互我尽拢传明，互外邦人拢听见，我嘛对狮仔口内底受救出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重点。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主点伫你的身边。阿门。所以呢，当主点伫咱的身边，你知影，就是主点伫咱的身边的时候，就是咱伫苦难当中。保罗讲，我互关伫监狱安怎？伫腓立比书的时候讲，我虽然互关伫监狱，但是安怎样啊？监狱遐卫兵哦，拢因为我互关伫监狱了后，拢爱信主啊。
所以，咱会了解这个代志无？有一个人啊吼，北京教会一个兄弟，有一届我咪开讲，伊发生车祸，弄甲安尼真严重。了后，当迄个车祸煞了后的时阵，迄人哦，就毋就要开始讲好解啊。了后，咱这个兄弟哦，弄甲呢，了后这个兄弟哦，甲伊讲啊，感谢上帝啦，啊，我都拢有好起来啊啦吼，啊，所以吼啊，劳保局原来有甲我赔偿我的伤害等等遮啊，所以吼，无你都毋免赔啊啦，好。迄人听着咧讲吼，哪有人安尼啊？我共弄着的时阵，佫拢毋免赔。所以迄个人吼，怎踹一个啦？吼讲，哇，恁哪遮好安尼？我含阮老母吼，偌烦恼讲吼，你安尼，我甲你弄甲安尼吼，啊，你毋知要甲阮摕偌济咧？你竟然甲我讲拢总毋免？伊就讲啊，都劳保有赔啊，啊，啥物有赔啊？了的时阵，伊就讲哦，啊，安尼毋免啊啦吼。啊，我家己保险阁有一寡，所以安尼就毋免。但是迄个人吼，尾啊吼，阁摕10万箍吼，甲伊赔偿啦，甲伊讲啊，无你这摕去食营养品。了，即个人吼，即个共弄的人，因为即个互人弄的人啊，无甲伊摕钱啊，尾啊怎讲吼？啊，甲伊讲到尾啊，知影伊是一个基督徒，伊讲安尼，我对你来恁教会。亲爱兄弟姊妹，你知影，风弄着就会带人信主，安尼知无？我要甲各位讲的吼，你听听笑过就好啊。我要甲各位讲的是啥物代志？咱伫人生共款有苦难，但是咱安怎样咧看待苦难？保罗讲，主点伫我的身边，就是我互关伫监狱，我嘛甲福音传开。就是我面对狮仔的喙，要甲我拆正落北的时刻，上帝抑阁是甲我对着狮仔的空喙的口中甲我救出来。主毋若干那要救咱脱离今生的凶恶，就是伫今生咱就是为主来顺道，请你会记哩，主嘛要救我入伊的天国，并且迄个天国毋是即马尔，即马已经介入伫咱的活命，迄个天国也是直到永永远远。保罗讲，毋若干那安尼。保罗伫后壁，佮刷了真济这兄弟姊妹，伊甲这名一个一个拢甲伊列出来。保罗主要要甲提摩太讲，提摩太啊，咱咧行天路，你毋是孤单的，有真济人甲你请安，有保罗，有布甸，有利挪，有敬诺底亚，还佫有真济这人，因拢甲你请安。伫妈妈即一届天高节的时阵，有真侪兄弟姊妹为阮祈祷，有真侪兄弟姊妹敲电话甲阮关心。妈妈特别爱我伫这个所在，甲咱亲爱兄弟姊妹讲一声感谢。多谢恁各位为着阮所做的一切，上帝纪念大家人的好。伫教会内底。伊就是一个听的家庭，伫教会内底，伊就是上帝。亲爱兄弟姊妹，上帝伫咱的活命内底，其实咱无孤单。
这也是安怎？牧师一直邀请你会当参加小组、参加团契，因为真正一间教会，若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6、7个真好的朋友，其实咱的信仰会愈来愈互相扶持，愈来愈互相坚固。除了犯罪以外，所有的代志甲工作，其实拢有神圣的性质。伫咱人迄个位置，咱做老爸，咱做员工，咱做头家，咱做销售人员，无论做啥物货，咱甲迄个工课诚实家做互伊好，伊就是上帝所欢喜。工作意义甲价值，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做厝内底，就是咧褥涂骹，就是咧洗碗。咱爱对着迄个工作内底去笑念着伊的意义甲伊的美好。咱斟酌看，我若是甲碗洗互伊好，我的厝内底就会真清气，咱厝内底的人就会真欢喜。咱若是甲涂骹愈互伊清气，咱行起来就袂上着。咱就伫迄个所在行了真舒适，所以每一项工课该做互伊好势，拢是甲服侍共款。伊本身就是一个神圣的服侍，忠心完成上界平凡的代志，迄个过程就是上界神圣的服侍。这个忠心会互你进入上帝的国。忠心毋是戆忠。真侪人拢意爱这张，伫上帝国享受荣光。但是咱爱看到，真正的忠心是效法耶稣基督，顺坦天父上帝的旨意，迄才是真实的忠心。活命总是有甘有苦，但是咱若是为着受苦，为着良善来受苦，到尾啊，就回甘。这是日本式的泡茶的茶壶。日本式的茶壶，有的时阵你若含这人，因一定袂伫迄个所在，甲茶壶压起来摇，因为摇的时阵会较紧出味。但是实际上，你愈解摇的时阵，茶的茶茎、茶碱、茶茎，伊就会愈容易造出来，就会愈苦。人生内底，你若是愈亮，就会愈艰苦。咱是爱倒转来上帝面前讲：主啊，我做无这个代志，你爱我学什么款功课，互我学会晓迄个功课，并且我会当完成迄个功课。安尼，你的茶到尾就会变做非常的回甘。迄就是咱的人生，坚持伫每一天。上帝就因为伊的疼痛，甲你三甲同在，坚持伫每一天，上帝国就会显明伫你的活命内底。保罗搁再一届提醒劝勉提摩太讲：你的确就爱伫这事上忠心，对其中去发现上帝的欢喜，你家己嘛会欢喜，嘛会快乐。咱三甲码头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帮助阮，伫这一切的事上靠你来忠心，因为你是阮的主，帮助阮、扶持阮，互阮无论做任何代志，教会下，阮工作的场所下，阮家庭下，或者是阮伫学校内底下。甚至就是阮即马检采，抑搁咧找头路，总是主，互阮拢伫迄个时机内底，伫迄个时阵当中，时常亲近你，甲你相同行，叫阮行伫主你的心意内底，通互阮伫见主你的时阵，主，阮会当真正对你安尼讲，上帝啊，你所交代我的，我已经完成了。我若要对你听到你对阮讲，你这良善个忠心的奴仆，
入来享受你主人的安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唔知今仔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无，咱即时三甲做的同齐来奉的，来唱第二首，唱第二首。愿上帝亲自施恩帮助咱，亲像谭督者所讲，上帝是咱的主，照顾咱的一切，赏赐咱的一切。咱是毋是愿意把咱的一切放伫主的手中？对主讲，你是我的王。三个起立，同齐来奉献。你是我主，我的望，是我的坚固石板甲开路。切困求来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冠带甲盾牌，我的心渴望要互你欢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你是我主，我的望，是我的眼光甲开朗。我要向你切切恳求，来做我一生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冠带甲盾牌。我的心渴望要互你欢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冠带甲盾牌。我的心渴望要互你欢喜，我诚心向你跪落敬拜。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互你全然成圣，佮愿你的灵、佮魂、佮身躯得蒙保守，伫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完全拢无通指责。迄一位调你的主本是信实的，伊的确要保守这个事完全成就。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咱今日第一堂主日崇拜到这，上帝赐福大家平安。